人讲民以食为天，是讲你若食伤好，人拢会讲食要做皇帝。代替便当，甲日本老日会铁路便当合作推出一礼拜联名特色的便当，除了造型真特别，佮用这个鲍鱼啦、这个塔壳等等海产做食材，有真个乡亲排列想要单买，是讲同款的便当伫日本卖比台湾有较俗。台湾的介绍爱399，甲算算的上无会当买6粒，代替60块便当。虽然讲无俗，依然有真个乡亲想要食看卖。民众正期待拍开深蓝色小盒，内底干贝、鲍鱼等海产食材，上顶面还有几只塔壳。民众就笑讲，造型就亲像外星人坐太空船，这毋是啥物科幻作品，是代替和日本老日和铁基路便当合作推出联名特色的便当。这种东西可以有发挥各种想象力，只要说我们有想象美好的画面，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食欲更好。有吃过，在日本那边也有吃过，因为他们日本的便当都冷的比较多，对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。下早就真侪人伫咧遮排队，第一个民众下早6点多就来排，无到11点就已经全部卖完。这款代替联名的海味便当，实在包括干贝、鲍鱼含几只塔壳，到达古早味的鲍鱼饭，逐工限量批，介绍无俗，逐份399。毋过含日本版的淡绿乌烧鸡饭，有盘、笋仔等食材，毋过用的是塔壳的壳。只不过伫日本当地介绍，无到新台票300，换送一粒海味便当，甚至当买6粒60块的经典代替便当。你也不会每餐都吃到399，就是难得吃，而且又可以收藏容器。对，这个是很值得来体验一下。以日本元素甲参台湾的食材介绍，敢无贵？台人的看法无共款，毋过特殊的造型，就真照啥民众注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